基隆南华的天地山庄因过呢，和山友批评讲是这个5000级的山路，也过即毛山友讲，这物件真正是有够正，连一寡盐啦、鸡粉拢无买蓝汤，袂输这白滚水共款。佮讲袂输是，敢若去叫起这个到调针，有真侪人伫回应，有人是希望讲。爱加淡薄包容心甲知足，嘛人讲较早物件真正有较好食，承包商表示讲会改进。白饭配咸菜脯，主菜是4片虾金龟，佮有甜豆干料理，加一碗汤。这是网友抛出来，讲是伫咧5000级的天地山庄食餐点，开3个，伊讲叫是家己红叫动去做兵。这个山友平常时是伫咧做多姿赛，伊伫咧海讲天地山庄的餐点煮到有够正，含盐鸡粉拢拌大家，汤含白滚水共款，因为山庄无用心伫咧煮料理。基本的餐点，它连基本的调味都做不到。这篇文章上真侪网友来回应，有人讲希望伊爱有包容心，不过某人认为较早有影煮甲较好食，超级好吃。实际除了3年前，山友翕的影片，桌顶总共7大鼎，旁公共的菜色有肉有菜，真切炒。然后就直接说这里的香他吃过最好吃的。那餐点真丰富，食饭饱，还有吉他大合唱。住伫咧天地山庄的山友，大部分是行完13公里的灵高原岭西段，规定讲爱爬基来南峰含南华山，沿路经过草坡啊、云海是水甲俄罗盖搭市，爬山是真了快力的。这个餐点若扣卖甲亲像是伫咧做兵，嘛可能互山友食袂饱。经营山的业者是透过林管处来做出回应。因为目前的供餐都是以少盐、少油及减少碳足迹为主，那针对山友的批评，他们都会虚心的来接受跟改进。林管处讲，未来经济门管整理山友的建议，和厂商来做改善，唔忘提升天地山庄的服务品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